镜头转来到国内，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今仔日伫台北松山文创园区办一个写批声援国际维权人士活动。今年要声援10个人，因分别伫中国、瓜地马拉、埃及等等的国家，因为捍卫新闻自由、性别平等、种族歧视，煞受到迫害。爸爸陪囡仔斗阵写字，希望声援伫咧白俄罗斯受迫害的青少年，也有插画家用画笔呼吁乌克兰重视女性和 LGBTI 安全生活的权利。若是因会当受到这个批，也是受到咱画图，安尼可能会当互因知影讲，真远的所在嘛有人伫知影因的故事。这次注意的很多的案件都是青少年或者是儿童，然后就会觉得这种事情其实是从小就要让他知道。国际特赦组织台湾分会20日伫咧台北办写批马拉松活动，今年要声援包括瓜地马拉、中国、埃及等等10个人，因为捍卫新闻自由、和平集会、性别加种族平等、人权消息，或者是去互污烂、掠器官。全球的这个Amnesty 的在伫旧年，咱有450万的这个写批，啊，有连续的这个行动。啊，旧年吼，这10个个案内底有6位，就是已经会当回去厝的，无个继续关伫咧家业内底。You have a regional role to play. You are very advanced in LGBTI issues, for instance. You have advanced legislation. There's a growing awareness. I believe your role goes also beyond this specific region. 国际疫情虽望还未结束，不过各国社会声援人权的力量要伫咧继续。透过网络人数甲假批，希望增加对当局的压力，让释放维权人士重新调查不义审判等等倡议平等的案件有机会见光。记者阿明金、小桂林台北报道。